有冇有冇人我第一次見㗎？唔緊要，好，好咯，我哋開始。坐好啊，揾個你舒服嘅坐姿啦，你有盤腳坐啦，跪低啦。你唔中意咁樣咧，你攤開隻腳都得㗎。將你個盤骨、膊頭、耳仔垂直對齊，膊頭同埋心口對齊，沉低個肩胛骨，放鬆棚牙，放鬆牙骹。將脷尖輕輕擺喺上邊棚牙嘅後邊，完全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到頂，鼻哥或者口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吸到頂，鼻哥或者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再吸到頂，hold 住閉氣，3、2、1，呼氣，完全吸氣100%，完全呼氣，自然嘅呼吸，坐定大約1分鐘。雙手合十喺胸前，呼晒啖氣，吸氣輕輕昂高頭，呼氣耷低頭，眨眨眼睛，慢慢打開眼睛。再次歡迎大家，手扣住，將個掌心推高，伸個懶腰向上，吸氣，呼晒啖氣，再次吸氣，寒背，呼氣，hold 住寒背，吸氣，呼晒啖氣，坐直，吸氣，手喺上邊嘅，呼氣拉自己去右邊，吸啖氣 lock 實隻手，呼氣拉 stay 多一個吸氣，呼晒啖氣，
中間吸氣，手擺頭後邊呼氣，打開手踭向上望吸氣。hold 住個動作，呼氣，吸氣望前邊，手推高，拉自己去左邊，呼氣，吸啖氣，lock實隻手 ，stay， 呼氣，one more，吸氣，完全呼氣，中間吸氣。收喺頭後邊，呼氣，打開吸氣向上望。今次呼氣，收埋個手踭，耷低頭，打開吸氣，烏低呼氣，吸氣打開，呼氣 ，one more， 吸氣。呼氣捲埋，向前望，手推高，吸氣，擰去你嘅右邊，呼氣，解開手，仙人掌，吸氣坐直，呼氣扭動，左手擺喺右膝頭，右手擺地下後邊，吸氣，呼氣擰過去。Again， 吸氣，呼氣再擰 ，last one， 吸氣，呼晒，中間遞高手，吸氣，令自己去左邊，呼氣，仙人掌嘅手吸啖氣先，呼氣再擰。右手擺膝頭，左手手指尖擺地下，吸氣坐直，呼氣扭，2 more， 吸氣 ，exhale 呼氣 ，last one， 吸氣，呼氣扭動，翻嚟中間吸氣，寒背呼氣。hold 住寒背，吸氣，呼晒啖氣，掌心推高，吸晒啖氣先，放低手喺膝頭哥，呼氣，岳高頭吸氣，耷低頭呼氣，做多一次岳高頭，呼氣耷低頭。翻嚟水平線，吸氣去你嘅右邊，180度去左邊，呼氣，吸氣右邊，呼氣左邊，中間吸氣，打側個頭去右邊，右手喺耳仔嘅上邊拉一拉個頸側。保持呼吸，3、2，托翻個頭翻嚟吸啖氣，呼氣打側去左邊，左手吸氣托翻你個頭，呼咗啖氣佢，解開隻腳，定下隻腳，踏下隻腳，轉下個腳腕，調轉個圓圈，咪長隻腳，腳腕嘅前邊，屈起個腳掌，你可以拎起埋個腳踭，蹬行隻腳，做多2次，吸氣，呼氣 ，one more， 吸氣，呼氣，動起隻腳，打開嘅
膝頭哥去左右左右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停喺你嘅左邊，個人望右邊。停喺你嘅右邊隻腳，係啦，個人去左邊。翻嚟中間，哇！伸直你隻右腳，左腳曲起膝頭哥，隻腳離地嘅。用你個膝頭哥左骨畫圓圈，個圓圈可以大啲。膝頭哥到心口嘅時候咧，埋啲對接。我哋喐下個肚仔小腹。10、9、8、7、6，調轉方向。5、4、3、2，將隻腳交叉去左邊，用你嘅右手攬住隻腳，望去後邊，吸啖氣，脹大個肚仔，呼氣，縮埋個肚，再嚟多次，吸氣，呼氣，縮肚，跟住扭動，慢慢翻嚟。如果你得嘅話，隻腳唔好解開，遞高手，吸啖氣先，跟住呼氣啦，去揾隻右腳。你揾唔到右腳唔緊要，攬住隻左腳。我哋想做個 compression 啊，壓縮，所以你個肚同你個腳好近，已經係做緊嘢噶啦。5，呼吸，冇閉氣。4、3、2，大高手，吸啖氣，手放身體嘅後邊，呼氣解開隻腳，並下隻左腳，右腳接起，畫圓圈 ，any direction。10、9、8、7、6，調轉方向。5，近啲個心口。4、3、2，交叉隻腳去左邊，左手攬右腳，望後邊，呼晒啖氣，吸氣，呼氣，縮肚扭動。Again，吸氣，呼氣，縮肚，再扭。翻嚟中間，吸氣遞高手，呼氣去揾右腳或者左腳。5、4、3、2，遞高手，吸氣，呼氣，放低手，解開隻腳，定下去。蝴蝶腳，掹下屁股肉，即係蝴蝶唔使擺咁埋㗎，出少少冇問題。吸氣，呼氣夾埋隻蝴蝶，吸起撳低隻蝴蝶，呼氣夾埋，吸起，呼氣 ，2 more，
吸氣，呼氣。Last one，吸氣 ，exhale，呼氣。翻嚟中間，擘開隻腳，嗱，坐好，你兩隻腳咧喺個脊嘅角落口嗰度，遞高手吸氣。嗱，呼氣去揾腳，你揾到就揾啦，沿住隻腳少少翻嚟，或者向後上翻嚟，吸氣吸氣，呼氣，吸氣啱側，呼氣對接，吸氣啱側，你可以嘅話瞓低晒都得㗎。呼氣，我唔帶咯喎，大家呼吸長度不一嗱，keep 住做，冇話做幾多下㗎，因為瞓低嘅同學可能需要多啲時間。一吸一呼，very good，用翻你嘅節奏，做多3個就可以啦。Last three。做完之後咧，你可以瞓低背脊，伸個懶腰踎長自己，吸啖氣，用個口呼氣下，將個手咧擺喺屁股旁邊，掌心撳住地下。如果你平時咧咁樣舉腳咧抬腿啊，你覺得條腰好唔舒服、好緊嘅話咧，成個手掌坐落個屁股嗰度，嗱，攝落去，雙腳拍埋，攞起晒兩隻腳，個人好似個 L 字咁樣，避免你隻腳太近自己。嗱，你可以曲少少膝頭㗎。膝頭哥喺你個坐骨上邊嘅，吸啖氣，呼氣將右腳放落地，淨係右腳咋，吸氣右腳翻嚟，呼氣左腳，吸氣翻嚟，呼氣右腳，吸氣翻嚟。呼氣左腳，我唔帶咯喎，每隻腳做4次，一吸一呼，千祈唔好趕時間，你個神經系統要休息，佢先識得排毒。好攰嘅話咧，曲起隻腳冇問題㗎。你做晒每邊之後咧，你可以將腳板踩住地下，曲起隻腳踩地，咁我就知你搞掂啦。攞翻個手掌出嚟，係啦，唔使坐住佢啦。你個腳掌咧，大約係你個膊頭咁闊嘅。將你下腰撳落地下嚇，唔好拱起咗條腰。吸氣，將你個屁股拎起，離開地下，升高個盤骨。呼氣，慢慢翻嚟。
吸氣，升高個盤骨，呼氣，吸氣，嗱，唔好趌屁股啊，上去嘅時候，呼氣，再嚟吸氣向上，盤骨係向肚臍嘅方向向上兜住㗎，呼氣坐低，3次吸氣，呼氣 ，2 吸氣，呼氣 ，last 1吸氣，嗱 hold 住喺上邊，嗱，如果你想多少少，將你隻左腳行去中間一啲，右腳膝頭哥去心口，屁股離地㗎，3、2，轉腳，左腳拎高，盤骨繼續升高，3、2，放低腳，慢慢放低屁股，呼起，兩隻腳攬埋心口，攬住自己，呼晒啖氣去。今次手擺頭後邊，係啦，瞓住個手掌，膝頭哥攞翻出少少，唔好咁近心口，兩隻膝頭哥盡量拍埋啦。吸氣先，呼氣，膝頭哥去右邊45度，大約你個2點鐘，翻嚟中間吸氣，去你個左邊45度，大約10點鐘，中間吸氣，右邊呼氣，中間吸氣，左邊呼氣，中間吸氣，右邊，中間，左邊，中間，右邊，中間，左邊，留心咯噃，中間，右邊 hold 住，或者伸直隻腳，隻腳斜嘅，係啦，你左邊個屁股可以離地㗎，3、2點鐘咯，2，曲膝頭翻嚟中間，呼晒啖氣去，吸啖氣先，左邊45度角，或者伸直隻腳，右邊屁股可以離地，嗱個腰側扯住㗎，3、2，曲膝頭翻嚟中間，腳踩地下，鬆開手，再一次攬一攬自己，雙腳埋嚟，跟住甩碌上嚟坐起身 ，tabletop position，你扭腰啊，打開你隻左手底高，吸啖氣，穿針引線式呼氣，穿去右邊，放低個人。右手爬出去伸直，嗱兩隻手咧好似有個十字咁樣。好似咧用個肚腹式呼吸，你吸氣呼氣其實有個肺嘅，用個肚呼氣吸氣咧嘅意思即係話你個呼吸咧要夠深長，用晒成個肺成個橫膈膜，唔係咧成日淨係唞氣，佢個心口就走翻出嚟。如果你想練下少少平衡，
你個核心，你可以試下咧，動實啲腳趾，將你隻右腳慢慢伸直，甚至乎抬起隻右腳離地，少少得噶啦，唔使咁高噶。5、4、3、2，慢慢放低腳，腰左彈腿，右手擺塊面前邊，撳住地下，攞翻個人上嚟。Very good。呼晒啖氣，重整下個人，擺翻佢啲手腳啱位嘅。你做埋你嗰邊，吸氣遞高隻右手，伸到打開，都會穿去左邊。左手行上去，攞埋隻手咧伸直交叉。我哋頭先做咗嗰邊平衡咧，希望你試埋呢邊啦，一樣左腳伸直，腳趾動實地行先，跟住慢慢攞起隻腳。嗱，keep 住你個盤骨咧，唔好斜咁多，你就冇咁易反艇噶啦。3、2、放低腳，跪翻落地，左手撳住地下，吸氣帶翻自己翻嚟。Very good，呼咗啖氣。接住落嚟咧係一個後彎嘅動作。Puppy dog 啊，你隻腳咧可以闊少少，有陣時我會覺得舒服啲嘅。隻手咧去兩個隻嘅角落頭，推張隻，跟住你就放得低你個心口。如果你心口有啲緊，上背膊頭有啲緊咧，你心口唔到地，唔緊要，你可以放低個額頭啦，射少少力。留意你嘅膝頭哥，我會想將你嘅膝頭哥咧行後少少，喺個坐骨底下，咁樣咧你個後彎嗰個感覺會啲啲。同時間咧，你個肚仔啊有空間，你墮咗落地，有啲空間啲內臟。心口到地嘅同學咧，可能幾個呼吸之後，你覺得有伸展噶啦，你可以試下將個下巴都放埋落地下，甚至乎咧將兩隻手行近啲做擲手。你唔使做晒所有嘢噶，逐樣嘢加上啫。5、4、3、2，膝頭哥向後行，趴晒落地。頭先係後彎被動嘅，我哋而家主動做少少後彎嘅嘢嚇，強化下背脊嘅肌肉。同一時間咧，你而家紮住個肚啦，都係好好嘅排毒，有幫助。收放喺背脊，扣實拖實自己。嗱，你個膊頭咧唔好中咗落去個耳仔同埋個脊嗰度喎。打開個膊頭，伸直隻手，吸氣升高晒所有嘢。腳都升高啊！呼氣翻嚟，吸氣 up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
exhale 呼氣，3次吸氣升高，呼氣，2吸氣，呼氣 ，last one 留心個膊，吸氣上嚟 ，hold 住呼氣，吸氣曲起個膝頭哥，腳趾尖去個頭後邊 ，hold 住呼氣。升高啲嘅大髀，吸氣，吸氣 ，relax， 呼氣，解開手，個頭咧降左邊，放低個耳仔，隻腳可以放鬆。你要做啲企喺度嘅嘢咯喎，downward dog 下九式。停喺你嘅下九嗰度，3個深呼吸，吸啖氣，呼氣，垂低個頭，下巴去心口，再吸氣，呼氣縮肚，滑毛吸氣，手臂好長㗎，呼氣縮肚。行隻腳上嚟隻手嗰度，垂低個人，呼氣，隻手可以捉住手踭，或者墊地下，或者捉腳腕，你自己嘅能力，你嘅決定。膝頭哥可以曲少少啊，或者隻腳打開，你舒服就得啦。好晒冷氣，手叉腰，慢慢企起身，隻腳咧拍埋啊，手掌擺頭頂，掌心向上，企直個人咯喎，眼望前方，吸氣升直隻手，趌高個腳踭，好似支鉛筆咁樣嘅。呼氣慢慢翻嚟，手可以擺翻喺頭上邊。吸氣拉長升高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Two more，吸氣趌高，伸直，呼氣 come back。Last one，吸氣 ，hold 住呼氣 ，hold 住吸氣，呼氣曲膝頭，手指尖掂地，眼望前邊，係啦，吸氣遞高隻手咋，隻腳保持屈曲，呼氣手放地下，吸氣遞高手。呼氣手放地下 ，keep 住㗎，坐住無影凳㗎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遞高，呼氣手指掂地，留心最後一個吸氣遞高，屁股坐低啲，坐晒落去，直到你坐唔到。5，手 keep 喺耳仔旁邊，4， 3， 夾實膝頭 ，2， downward dog 下九式，鼻哥吸起，口呼氣。今次咧隻手爬去隻腳嗰度，爬去後邊。
係啦，將隻腳打開，好似張席咁寬，兩隻手捉住晒隻右腳，垂低個頭，準備扭開個人咯喎，啊，右手遞高，望上去。5 4 3 2，放低手，呼咗啖氣，去左腳嗰度，兩隻手捉住，呼氣先。今次左手遞高，吸氣 ，stay 喺度 ，stay and breathe，呼吸。3 2 1，放低手，呼住啖氣佢，將兩個腳踭收入外八字，踎晒落地下，手放喺膝頭哥上邊，或者你比較個 hip OK 靈活咧，你可以遞高手，行上去上邊，轉彎行翻去。頭先轉右彎翻去，再去上邊要轉左彎，一路行到房，手可以扶地下嚇，膝頭哥好痛嘅同學咧，為坐低等我哋，我數10聲，你 keep 住爬就可以啦，唔使你自己行成點 ，just keep moving， 5 10 9 8 7 6 5，係啊 4 3 2 1，相傳以前啲人少啲病，或者以前啲婦女咧少啲婦科病，就係成日踎喺個地下度做嘢，或者抹地咁樣，鬆下隻腳，搭下隻腳。仲有少少，我哋做埋去 down the dog 先，踩下隻腳啦，左右擺下個屁股。將你隻右腳咧踏上去手中間，嗱，左腳咧踩低落地，前後腳伸直，右邊個屁股咧唔好掉咗出嚟右邊啊，將個屁股收向中線，扭正個肚臍對住兩隻腳中間，下爬去心口，烏低個人，試下你個額頭去膝頭哥，雙腳伸直喎，前腳唔係曲㗎。好易係嘛？點解咁快掂到隻腳嘅個頭？如果你覺得好困難，其實你將雙腳咧個距離收窄少少，或者會幫到你㗎。唔好勉強啊！嗰個係個方向，即係話俾你聽，下爬去心口，額頭去心頭，即係話其實你個脊椎呈一個拱形嘅狀態。你 feel 到你自己其實拱緊啦。Good enough. Stay and breathe. 5 4 3 2，轉腳，左前，右後，較好個屁股啊，唔係歪咗嘅。吸啖氣先，呼氣，揾個膝頭哥啦。後腳踩實個腳踭喺地下，踩唔到嘅時候再較窄少少距離咯。
Very good. 5, 4, 3, 2, 2 ，outward dog 下9成，鼻哥吸氣，口呼氣，右腳踏前，今次咧可以跪低呢隻左腳啦，前後腳咁樣跪低，吸氣遞高手，仙人掌呼氣，再吸啖氣先，呼氣你要令佢右邊 ，stay 吸氣 ，stay 呼氣扭。吸氣，雙手合手，呼氣，將左手嘅手踭擺去膝頭哥外面，兩隻手鬥力，心口係離開隻腳嘅 ，active 腳個 twist。你可以 stay 停喺度，或者動實後腳嘅腳趾，伸直隻後腳，重心要少少向前，你先至伸得直㗎。你可以停喺度，或者你想再 challenge 下自己，重心再向前，後面隻腳都可以離地嘅噃。3。Good try。2，跪低落地，放低手，downward dog，鼻哥吸氣，口呼氣。Last bit 我哋做埋呢邊啦，唔係啦。左腳踏前，右腳跪低，手遞高吸氣。Cactus 仙人掌呼氣 ，stay 吸氣先，呼氣扭去左邊 ，stay 吸氣，呼氣扭，雙手合十吸氣，手踭去膝頭外邊呼氣，雙手鬥力，心口離開隻腳，動實腳趾。或者伸直後腳，重心前移，或者攞起後腳。3，呼吸就可以啦。2，放低腳，放低手，downward dog。Very good。深吸氣。長呼氣，兒童式 child pose， 跪低，肚仔喺大髀上邊，頭喺地下，手可以伸直，晾住個額頭，或者擺去腳嗰度。餘下嘅時間咧，我會擺你喺啲靜態嘅動作，拉下筋，放鬆一下。右腳上前白鴿式 pigeon pose。左腳喺後邊，放低個腳板嗱。咩事啊？唔係要唔要輸嗰個？哦，OK，你等我一陣，好，慢慢向下。
呼晒啖氣佢，跟住 stay 喺度。右邊嘅屁股大髀外側，keep 外側咧，佢有個拉扯。呼晒啖氣，轉腳，左腳前右腳。膝頭哥唔好唔舒服喎，佢膝頭哥有唔舒服咧，舉手俾我哋緊要呢種。呼晒啖氣，慢慢攞翻後邊隻腳上嚟，我落地下做個蝴蝶，蝴蝶擺落地，膝頭哥打開，捉住個手踭，打開個心口，瞓低落地。
肚仔脹起，吸氣。呼氣嘅時候，膝頭哥拍翻埋，解開手攬住隻腳，好似平時你坐喺張凳翹腳坐咁樣，右腳翹上邊，將膝頭哥撥晒去左邊，右手打開望右邊。如果咁樣扭腰，你覺得好唔舒服，解開隻腳仔翹腳。我嚟中間轉腳，膝頭哥今次喺右邊，左手攤開。Come back to the center，伸長隻腳，躺平，令到自己咧好舒服嘅瞓喺度，手擺身體嘅兩邊。我中意掌心向天，令我覺得我個心口、膊頭咧多啲空間。放鬆隻腳，啲腳趾可以兩邊垂開，將身體仲有任何嘅 tension 啦，或者啲重量交晒俾地下。完全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吸到頂，鼻哥或者口呼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pause，再吸氣，鼻哥或者口，吸氣差唔多吸到頂，停一停，吸到頂，閉氣，身體靜止嘅，三、二，完全呼氣。
完全吸氣，完全呼氣。唔好心急，慢慢嚟。喐下手指、腳趾，左右擰下頭，伸個小懶腰，掹長個人。伏起膝頭哥，打側身碌去右邊，慢慢坐起身。多謝大家嚟上堂，下次再見。個紙喺呢度，你哋寫翻個3個版唔該。